今日同大家推介一間元朗超筍村屋，絕對係性價比之選。聽我慢慢講，你知有幾筍啊？首先睇下屋苑環境，周圍綠化夠晒多，行出去就有通宵小巴站。返工返學、夜收工都唔使驚冇車，夠晒方便。一入門就見到客廳夠晒闊落，淨白色地磚配埋個湖水藍梳化，光猛又舒服。家私電器一應俱全，直接拎包就住得。客廳仲連住個露台，日頭睇住屋苑嘅開揚景觀，夜晚吹住風傾偈，夠晒寫意。再睇房間，擺咗大床同連埋書台嘅衣櫃，連電視都預埋。另一間就係組合床，連書台慳位又實用，真係啱晒小朋友住。廚房雪櫃、煮食爐、抽油煙機、洗衣機一應俱全。廁所都企理乾淨，絕對夠晒日常用。呢間屋有3相電，想裝冷氣、熱水爐或者其他大電器都完全冇問題。屋苑仲有管理，住得安心又放心。附近行幾步就有食肆、茶記、快餐都有，連外賣都直接送到門口，唔想煮飯都好方便。配套齊全、交通便利嘅元朗村屋，只係賣315萬，價錢親民，性價比高。真係手快有手慢冇，咁想睇樓嘅朋友打個電話嚟置業家約個時間，實地感受下。如果想留意更多村屋新盤，記住 like 咗條片 ，share 俾你班 friend，再 subscribe 我哋置業家個 channel 啦。